我係易優，今日1月11號同大家分享隻恒指嘅走勢分析同埋未來走勢嘅預測嘅。咁分析之前先回顧下上一條 YouTube 嘅影片啦。咁先睇下恒指1月4號嘅 YouTube 嘅影片啦。咁當時嘅分析就提過恒指咧就喺今年嘅10月2號完成咗3嘅一浪啦，之後2浪調整。咁二浪調整即係行一個 WSY， 咁WSY 係咪完咗咧？咁就睇睇呢個位可唔可以突破先，26,400嘅26,300幾，咁餘鬆少咗26,400，即係呢度嗰個黃色嘅裂口區間嘅。咁因為嗰日就啱啱到嘛嚇，咁未突破嘅，即係1月2號嚇。咁亦都提過個波浪頂底日在1月6號，提過可能係一個小浪頂嘅嚇，即係影片亦都提過係有1月6號波浪頂底日可能係一個，如果佢突破咗咧，就有機會係一個小浪頂啦。咁你睇翻恒指咧，就真係6號就出咗高位咁喺2號又未突破，啱啱掂住嚇。5號就少少突破啦，6號就出咗高位，之後就有啲回吐嚇，原本話會彈多日，但係7號咧都唔得就已經回落嚟。暫時嚟講都係當佢入邊嘅小浪先啦，我哋等陣再分析下。咁呢個基本符合啦嚇，波浪頂底日都準確係咪個2浪完咗咧？咁暫時嚟講，我覺得都係首選先嚇，即係個2浪係完咗嚇。咁我哋再睇就係VIP 群啦。我哋睇翻 VIP 群突破之後7號睇下點樣分析先。同埋京東嘅走勢分析，咁就先睇恒指啦。恒指今日咧就有啲回吐嘅嚇，琴日就6號啦，波浪頂底日今日就回吐翻落嚟，但係亦都提過啦，有機會都係一個小浪嘅調整嘅啫，小浪嘅調整。支持位就睇26,300，咁今日最低就26,313，咁啱到之後就收翻上去。估計呢度咧仲可能會係反覆下先嘅，下先。但係個阻力咧就變咗喺呢度啦，26,700。26,700有一個阻力，即係話咧就可以彈翻上26,700，跟住又是再落即係好似呢個咁彈上去再落咁樣，即係反覆測試咁樣先至有機會係完成個調整嘅。咁之後就估計都繼續上嘅機會都係大嘅跟住我哋再睇下期指啦但係如果收穿26,300就小心啦有機會係仲會落多啲2萬，變咗又是25,900嘅啦，即係之前提過嘅支持位嘅。跟住我哋再睇期指啦，期指咧就係個支持位啦，應該係呢個26,200幾啦，26,230，就未到，未有機會試呢個位嘅試呢個位呢度唔似睇下26,230甚至住如果穿咗咪會試26,000噶啦。暫時嚟講，我覺得都傾向佢係小調整嘅啫。小調整之後就繼續上嘅機會都係大嘅。因為個周線圖咧都仲喺個通道之內嘅，其實都問題不大中期嚟講都係反覆向上，我覺得。1月7號買 VIP 群提到啦恒指就1月6號波浪頂底日之後出咗高位咧，就開始回吐
咁啊亦都講咗係可能係一個小浪嘅回吐啦。咁但係必須要守住最終要守住25,900嘅。咁第一個位就係26,300啦。如果穿咗嘅咁啊，小心係25,900喎呢個位嘅。咁啊亦都係咯25,900，咁亦都提到個期指啦。咁啊期指就穿咗26,200幾，咁亦都下一個位下一個紅色嘅位啊，咁大概都係25,900嘅。咁亦都提到咁啊期指嚟講咧，有個比較周線圖啦，咁有個上升通道咁其實都問題不大，個上升趨勢都冇改變。咁你睇翻恆指咁大週期嘅分析先啦即係從大週期開始講翻。咁從2018年1月29高位33,480開始一個大嘅 ABCDE 啦。個依浪咧就24年嘅1月20幾號啦，見咗低位㗎啦。之後就開始一個升浪啦。喺今年嘅5月正式突破呢條頸線。咁呢度係一個雙底嘅大雙底嚟㗎，講咗好多次啊。其實講咗可能都有半年嘅因為突破之後就講咗㗎啦即係5月到而家啱啱半年啦，即係講咗半年咁呢度有機會係大完雙底之後突破頸線就可以去到31,000幾咁可能就亦都提過啦。從術數嚟講咧，都仲要升多2年，即係可能2027年先就見個大龍頂都唔定嘅跟住再睇就個所浪啦從14年嘅1月20幾號啦，上到去今年嘅2024年嘅1月22號1月20幾號，跟住上到今年嘅應該講25年而家已經26年成日講住今年如果新歷嚟計已經係26年啦。到25年嘅3月中啦，就完成一個大括一跟住括2嘅調整咧，就係4月初嘅調整咗0.5嘅好標準。跟住就係括3嘅一浪啦，就到25年嘅10月2號啦。去到27,300啦。之後二浪調整，行一個 WSY， 有機會12月16號完咗。因為點解我講有機會咧？因為必須要守住25,900而家嚟講，如果穿25,900又小心會錄多次嘅，即係個二浪仲要未完都可以嘅。但係我就傾向就可能會反覆震動下先，即係喺25,900都到26,000幾咧，區間度反覆下先其實就星期五最低去到25,900幾嘅，差25,900係差幾廿點嘅啫所以都已經係到咗㗎啦，基本上到咗25,900呢個支持位㗎啦。但係就冇收穿啦暫時嚟講就冇收穿但係反彈就小心佢26,400啦亦都未必過得到26,400、26,000呢度26,400已經係一個比較大嘅裂口。如果呢個過唔到，咁又係繼續反覆嘅啫繼續反覆都唔出奇嘅26,400幾穿咗就向下守得住，咁就喺度區間反覆震盪，震盪完後唔係繼續上啦。呢個係即係話括3嘅3浪，只有再上翻去如果真係行括3嘅3浪咧，就會反覆拉升嘅所以呢度要留意嘅恆指個波幅就恆指嘅波幅越縮越窄㗎啦即係周線圖嚟講，有機會係準備突破㗎啦，我覺得暫時我覺得都係向上突破嘅機會大嘅。你睇下期指啦，期指就話有都提過期指就個雖然就個位又有啲唔同夜期都繼續上嘅，我哋睇翻就有一個好明顯嘅周線圖嘅上升通道嘅個通道頂咧，
如果繼續上通道頂咧，28,300㗎啦。如果突破嘅話，就好大機會就再挑戰31,000㗎啦嚇。所以呢度即係話我哋目標31,000咧，其實就唔係話好遠嘅啫嚇，有好大機會到嘅。咁啊，先睇就28,000幾嚇呢個通道頂啊嚇，因為佢如果突破通道頂就好快會到31,000嘅。但係如果係通道頂28,300又過唔到個回落咧，就可以回落做整固。咁啊，只要守住個通道底，而家通道底咧幾遠啊，23,000啊嚇，守住23,000基本上就冇需要擔心，我覺得都仲係下坡向上嘅嚇。咁啊，波浪頂底日咧就提到喺 UIB 群有提到係下一個咧就係16號嘅，咁啊，但係16號咧都係可能係小浪嘅調整嘅啫，小浪嘅高低位嘅啫嚇。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謝大家。